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！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巡抚衙门军机重地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胆敢硬闯，就按律拿你们下狱。我们都快饿死了，还怕坐牢？快叫刘队长出来！对呀，出来！易欢呢？他呀，准是仗着自己轻功好，溜进府衙打探消息去了。这个丫头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你带人去找找，别出什么意外。好。乡亲们，听我说一句，稍安勿躁。想见刘大人可以，可是今天呀，他出去巡查了，你们围在这儿于事无补嘛。要是再不出来，我们可就冲进去了！对，冲进去，冲进去！王队，我不想活了是吧？王队，我看谁敢上来？给我拦住！王队，嘘，拦住！赶紧扶着我呀！我数1、2、3，开门啊！乡亲们，你们不是要见刘大人吗？刘大人来了！我告诉大家啊，今儿个天没亮，刘大人就去巡查几个受灾最严重的县，到现在呀，米水未进。大家看看，一脸菜色，啊，都饿瘦了。主子，无论一会儿发生什么事，您都暂且忍着，省得咱们打草惊蛇。父老乡亲们，大家这么急着见本官，是有什么话要对本官说呀？听说皇上有令，灾区的粥棚一天要供应早中晚3次，粥量可以果腹。眼下每日施粥1次不说，粥桶里的粥清的能看见人的影子，有的人的碗里连1粒米都没有啊！就是。你们的，我有愧呀，我刘德昭有愧大家，愧对大家呀！难道朝廷真的没有给咱们拨付粮款吗？你看刘大人的脸色，的确像是多日不曾吃饱饭了。咱们那小皇帝一定忙着对付鳌拜去了，哪里还管得了我们的死活？乡亲们啊，我掏去心窝子说句实话，如今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，受灾的不只是咱们山西、山东、直隶、河南、河北，同样是遭受了旱灾呀。想来，这当今的皇上，恐怕也是焦头烂额呀。可是，朝廷难道就眼看着我们老百姓饿死？皇上在紫禁城里，一餐就有几十上百道菜，哪里知道我们老百姓吃糠咽土的苦处啊！哎，哪朝哪代不是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啊！诸位乡亲啊，大家稍安勿躁。现下朝廷正在积极地筹措新的赈灾的粮款，乡亲们，再忍耐忍耐，
大家再等一等。虽然本官不才，但是本官要与你们大家一起硬扛着，期盼着、等待着这个老天爷能够给我们开恩垂怜。乡亲们，情况大家都看到了，你们围在这儿没有用啊！刘大人他一双手变不出来粮食，啊，大家呀得同甘共苦，对不对？散了吧，啊，散了吧！乡亲们，刚才我已经吩咐过周鹏了，啊，从本官的府上拿到仅有的几袋粮食，今夜给大家多设几桶粥。大家放心，我呢继续发文催促着朝廷，尽快给大家追加一些救灾的粮款，好吗？你们抬头看看啊，如此炎热的天气，乡亲们，大家都省下气力啊，都散了吧，回去歇着啊！哎，歇着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啊，散了吧。哎呦，散了吧，走。哎，文心，这刘德昭上的折子上面写的是8万6，哎，6万8千。为主子，是68600公顷。啊，对，是这个数字。那受灾人口是？受灾人口是23万4000人。对啊，我让索额图按照每人2两银子1担米的数额发放粮款，还增加了额外应对特殊情况的粮钱，一共是文银50万两，粮食30万担。文心，你的记性很好啊。啊，那日臣妾陪皇上在御书房下棋，皇上突然接到刘德昭的奏折，就随口念了出来，臣妾也就无意间记下了。没想到你还有这过目不忘的本事啊！臣妾别无所长，唯有这巧记之功，还算拿得出手。但愿能为皇上效力。这刘德昭上报的灾情数字，比我此次出巡实地考察的数字多出了1倍。我是按照他上报的数字核发了救灾钱粮，就算他们层层截留，就算他们截留一半，那剩下的钱粮也应该足够灾民们对付到下一个收获季。可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也许刘德昭他们截留了不止一半呢。可我看刘德昭那一脸菜色的样子，可不是我想象中贪婪无度的样子。龙小弟，你上当了。主子，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我们悄悄潜入了他的府邸，不去当戏子，真是浪费了他的表演天分。啊，你别急，慢慢说。他一进府，完全变了个人。快，老爷，哎，赶紧坐下，坐下。哎呦，哎，热死老爷了！别站着了，赶紧给摁。哎，热坏了吧？怎么样？这些刁民都散了。散了。哼，这些刁民虽然说是刁蛮，但是也好糊弄。也亏你想得出来，用这菜汁敷面，这效果比我说多少话都管用。见老爷都一脸菜色，那些刁民自然也不好再为难老爷了。这回去埋怨朝廷赈灾不力。想老爷了吧？那是。来，让老爷香一个。哎呦，老爷，这菜汁弄我一脸。这样，我先给老爷洗洗脸啊。洗脸，洗完了脸再香香。这习惯怎么了？特意给你冰这个。这个刘德昭，连他小老婆房间里都是冰块。哎，据听说他府里的冰窖比他整个府还要大，冬天藏的冰块够他们用整个夏天了。随后，刘德昭把按察使大人、跟布政使大人等几个亲近的官员，还有几个大粮商们召集起来，开了一个会，商议对策。大人，下官已去了书府吊唁，会过了钦差龙大人。他是奉了皇上的密旨，
前来调查书剑遇刺一案。钦差龙三来我山西太原府办案，却不来我这知府召会一声。看来这个人也是一个拿枪做事不好相处之人呐。哼，你们以后办事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让人家抓住咱们什么把柄。大人放心，那钦差只是针对书剑遇刺一案，那义成已经自尽，死无对证，他也奈何不了咱们呢。别的钦差呢，我多少知道点背景，多少呢能够找出点突破口来。唯独这个钦差龙三，我从未听说过。我这心里着实还有些不踏实。大人放心，我等已发动京城的所有关系来打探这个龙大人的背景了。像这种从来没听说过的钦差，多半是寒门出身，说不定啊是从什么偏远的地方提上来的。别看他表面一本正经，其实这个时候正是如饥似渴啊！大不了咱们多多破费，把他喂饱了就是了嘛。就是啊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才能喂饱我，看看他到底能出多少价钱。他们这些人在如何对付钦差方面，显然是经验丰富的。他们对于主子的到来有所警惕，但并不十分在意。很快就转移了话题，开始商讨继续哄抬粮价，用赈灾的粮食再狠捞一笔，同时上旨夸大旱情，向朝廷索要更多的赈灾粮款。对于那些带头闹事的灾民，则派人暗杀。对了，他的小舅子裘贵也在其中，说是圈地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杨怀村那块地，如今已经是刘家的产业了。这样，我要以钦差大臣龙三的名义去见刘德昭，让他放银放粮。主子，您切莫冲动啊！您手里那道圣旨写得清清楚楚的，您来这趟就只是调查舒总兵遇刺一案，可没说让您插手山西的政务啊。而且，刘德昭他们早就把赈灾的粮款从官仓中转移了，到时候他带着主子去空空的粮仓银库转一圈，推说那些粮款早已发放完毕了，主子又能奈何？那我就让他交出已经核发粮款的账册。哎呀，可是主子，您这手里没有圣旨，越权插手地方政务，刘德昭他根本不会买您的账，不可能交出账册来的。刘德昭要伪造账册也容易，到底有多少灾民？这些灾民姓氏名谁，家住何处？难道主子还有功夫一一去查验吗？这样，我们先想办法查出那些赈灾银、赈灾粮存在什么地方，等有了银钱以后，就好逼他发放了。龙小弟，这点我跟大哥早就想好了，而且我们已经查到地方了。真的？我早就说过，在宫里是你罩着我，出了宫可就是我罩着你啦。据说这个刘德昭的小舅子裘贵是太原府最大的粮商，所以一等他们开完会，我们就偷偷的跟踪他来。羊角洞山西的局有老领袖，他还是嫩了点。诸位留步吧，请留步。两位大人，请了，请了。各位，请了。告辞，告辞。哎呀，老天爷眷顾啊！这场旱灾来的可真是时候啊！哎，哥几个，改日咱们得去庙里啊，上柱头香，求菩萨保佑，每年都来这么一回。华月楼，我请。结果发现，这个裘贵啊，在城外有一座庄园，庄园里面有10几座粮仓，里面全都是粮食。今年大旱，他的粮仓里面哪来那么多粮食？还不都是朝廷调拨的赈灾粮？而且，
我们在他的庄园里面还发现了一处银库，库中堆满了白花花的银两，都是无两一锭的官银。你们都不知道，那里面的耗子都比正常的猫大，糟蹋多少粮食啊！那个刘德昭不就是一只硕鼠吗？这样，咱们带着那些灾民到那个裘贵的庄园去，让灾民看到那些赈灾银、赈灾粮，我看刘德昭怎么解释。主子，在这个时候，万万不可与刘德昭发生正面冲突啊！刘德昭敢暗杀那些带头闹事的灾民，